喺你嘅成長裏面，有冇啲咩經歷或者係階段，令到你想成為一個輔導心理學家？喺讀書嘅過程當中呢，我係都經歷過接受輔導嘅。呢一個經驗當中，我睇到輔導嘅力量。我好想喺我專業當中入面學識呢一個力量，再用呢個力量去幫到身邊嘅人。咁個輔導員就邀請我同呢一個空凳就試下幻想呢，有13歲嘅 Isaac 喺度。我係當時以一個10幾年後長大咗嘅我去同呢個13歲嘅 Isaac 有一個對話，去問翻佢嘅感受，去問翻當時佢嘅經歷係點，去俾好多關心佢，去俾支持佢。哇！咁嗰下呢，我可以講係我好似就係打開咗個盒咁樣，就好多嘅情緒啦，好多嘅感受啦，係出晒嚟。咁嗰個 session 入邊，我係流咗唔知幾多嘅眼淚，好似將我嘅情感嗰個連結重新 reconnect 咗。咁我喺呢一個經驗當中，我睇到輔導嘅力量。我好想喺我專業當中入面學識呢一個力量，再用呢個力量去幫到身邊嘅人，幫到呢一個社區上面有需要嘅人。